靜觀呼吸練習，你可以揾一個令你覺得舒服、安靜嘅地方坐低，調校一下身體呢刻嘅坐姿，身體挺直，令自己係覺得舒服。雙手可以放喺你嘅大腿上面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可以慢慢合埋你嘅雙眼，又或者你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用柔和嘅眼神望住前面嘅地板。留意一下身體同張凳、地板或者坐墊接觸嘅地方，成個人俾佢承托住，有一種好實在、好穩陣嘅感覺。而家開始做3下深長嘅腹式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之後就可以順住自然嘅節奏去一吸一呼，唔需要刻意控制呼吸。隨住自己嘅一吸一呼，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喺腹部微微脹起同收縮嘅感覺度。有時你會留意到自己分咗心去第二度，腦海裏面有雜念，有唔同嘅思想或者影像浮現，都唔緊要嘅，唔需要怪責自己，因為分心係好正常。每當你留意到自己分咗心，就俾自己確認呢一刻，順其自然，由得佢哋嚟，由得佢哋走，唔需要刻意拱走佢哋。然後好輕柔同埋好有耐性咁，將你嘅注意力集中返喺呼吸嗰度。
隨住自己嘅一吸一呼，肚皮一高一低咁起伏。吸氣嘅時候，可以嘗試喺心入面講吸氣；呼氣時講呼氣，又或者只係講吸或呼都可以。咁樣做可以幫助自己持續同埋穩定咁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度。呢個方法就好似喺心入面好靜咁細細聲同自己講嘢。想象一下，用自己95%嘅精力同注意力去感受腹部呼吸嘅感覺，其餘剩低嗰5%就俾個名你所覺察到嘅經驗。嘗試想象你嘅注意力好似一艘船咁，順住海浪嘅一高一低航行，就好似集中喺腹部一高一低咁起伏嘅呼吸。繼續順其自然去一吸一呼，嘗試讓自己抱住一顆慈心去覺察，每一次分心都係一個修煉嘅機會，去培養自己嘅耐性同好奇心。呢個練習就嚟完結啦，而家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坐喺度被承托住好實在嘅感覺。
伸展下你對手同腳，慢慢將你嘅注意力帶返去周圍嘅環境，亦都不妨多謝自己，用咗頭先呢段時間去同自己相處。可以慢慢打開你對眼睛，定一定神，伸展下啲筋骨。